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真德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这一本英文书 Peace， 中文书名叫宁静。这本书我们就有中文版本，不过我在这里还是会以英文版本为主。因为毕竟英文版本是仁波切，就是他用来弘法的语言，那我们会以它的就是用英文为主，然后再用中文辅助的加以说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第4章，应该讲是其实是叫第1章的第4节。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编排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说其实整本书呢分成7个章节，7个章，然后每一章呢就分成好几节。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呢，会看到第一个 Part 1， Peace begins， and then 就开始1、2、3、4 Part 2 Peace comes， and then 就1、2、3、4就6、7、8、9、10。所以这些呢 Part 1 Part 2那些我们就在中文里面就把它分成第1章、第2章、第3章，其他的就是分成小节。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Part 1 Peace begins 第4个小节 When we live for others。 好，那先跟大家念一念 Peace begins when we live for others. When we have the attitude that our practice is for others, we will never give up. 那这个它的题目呢，就是说宁静始于当我们为他人而活的时候。下面这个小段呢，就是说当我们的态度，我们修行的态度就是为了他人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放弃的。那他这些这个标题底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让我们看一下。The secret of Dharma is not to expect everyone around you to be fabulous and enlightened. No, that is not Dharma. Dharma is your ability not to become discouraged, no matter what others do to you. This is because your motivation is never based on them. Your motivation is for them. When we are in Dharma, proper motivation is essential from day one. 那这段说了什么东西呢？他讲，佛法的秘密呢，其实并不是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了不起或非常的精彩，就是或者是怎么说呢？并不是都是好人或者是正悟者。其实是这样说，他讲这不是佛法，这并不是佛法。佛法呢，讲的其实是你不轻易放弃、不气馁的一种能力，不管他们怎么对你。这是因为你的动机永远都不是根据他们，并不是基于他们，你的动机是为了他们。那差别其实很大，你不是跟着他们转，但是你是为了他们。那当我们在佛法的时候呢，从第一天开始设立良好的动机，正确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设好正确的动机过后，其实你的怎么说呢？你每天所做的事情呢，它就会决定你到底是累积善业啦、恶业啦，还是功德。那这个之前我们在慈悲战胜一切呢，那时候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讲解。做动机非常重要。那动机怎么说呢？动机就应该要排除世间八法。那世间八法呢，其实主要是围绕自己转的一种想法。所以呢，做佛法工作或者是修持佛法，目的其实是为了他人，而不是根据他人，跟着或者是依赖他人。所以这个可能现在你可能搞得不是那么清楚，不要紧，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If our motivation is based on others, then of course our moods will go up and down. If our motivation is for others, then whether they are up or down, our mood will always be up, and we will also want to make the mood of others to go up.
那这里就开始解释，他说，如果我们的动机呢是根据他人或是以依赖他人、仰赖他人的话呢，那么当然我们的情绪呢会跟着他们上上下下的。因为其实如果你这个你比如说这种情况就这样，比如说很多时候是情人之间吧，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反应是跟着对方在转的话，那你肯定就上上下下一直就起伏很大。他今天对你好，明天对你不好，那你的情绪跟着他转，那你打算对他付出多少呢？也是跟着他转。所以做佛法或者是修持佛法，它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子。那动机是什么呢？他动机是为了他人。那你真心的在乎和关爱一个人的话，你会为他人去做，为他人去做一些付出，为他人去修持佛法，为他人去累积功德，为他人去成佛。所以当你是为他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计较你有没有回报了。那这里其实就已经算是怎么说呢？这种像是这种无私的奉献。你希望对方好，那其实你就是目标就是希望他好，所以你会努力去做，不管他对你他给你怎么样的反应都不影响你。所以当你是为了他们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呢就会一直都是保持在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一种水平上，而不是跟着他上上下下波动。If they practice, then I will practice. It's a common excuse given by people whose motivation is based on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whose motivation is for others will say, for the sake of others, I will study the Dharma. For the sake of others, I will listen to and read the Dharma. For the sake of others, I will meditate and pray. And I will put up with difficulties. When our motivation is for the sake of others, we will not become depressed or angry, and we will not give up. 所以其实很多人很爱说的，就是说如果他们修，那我就修；他们不修的话，我干嘛要修？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说。其实，在佛法中心里面，常常也听到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要我修可以啊，大家一起修。那没有理我不是没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修你不修，那我岂不是很吃亏吗？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常常听到的，很多人都这样说。但如果是你这样子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借口。那有这种借口的人，往往就是他的修行的动机一开始就已经设立错误了。他是基于他人，他是依赖他人，他是仰赖他人来修持的。所以一开始就错误的话呢，他基本上他情绪或者是他能够走多长的路，在这条路上呢，那其实就一样是受到他人的影响了。那比如说，他是因为某一个朋友而参加这一个就是来参与这种佛法修持的话，那当那个朋友放弃的时候，他也自然就会放弃，或者是当他朋友让他失望的时候，他也会放弃。所以这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动机。那换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那些修持的人，如果他动机一开始呢是为了他人的话，他会说什么话？他会说，为了其他人，我会好好学习佛法；为了他人，我会好好去聆听和就是阅读佛法书籍。那为了他人，我会禅修，我会祈祷。那为了他人，我也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当动机是为了他人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轻易的觉得忧郁，我们不会轻易觉得愤怒，而且我们不会放弃。但最终重点在这里，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他人的话，你不会放弃。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If we love someone very much, such as our children or our siblings, would we ever give up on them, no matter what they do to us? They might take all our money and ruin our reputation, but we would never give up on them. 那这里的仁波切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很多人可能为了他人怎么做呢？可能觉得是相当难以想象。那仁波切其实你想想看，其实很简单。他就举了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联想的一个例子。那如果我们真的很爱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如果是有孩子的人
在这方面呢，他其实是大部分吧，我敢说大概是98%的人，他们都没有问题。要去联想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父母对爱孩子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一件事情。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想想你跟你兄弟姐妹之间吧，那你真正在乎的，那我们有可能放弃他们吗？不管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对我做什么东西，我们会放弃他们吗？那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要静下来，听1-2分钟去认真想一下，你的兄弟姐妹伤了害了你，你会放弃他们吗？或者说，作为父母的，你的孩子伤害了你，你会放弃他们吗？那答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不的。他们可能就拿了我们所有的钱呢，或者是破坏了我们的声誉啦。但是，一般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放弃这些我们真正在乎的人。We are able to do this because we are doing it for them. We want them to be happy and to have a good life. We want them to have realization. Even if it takes up to 30 years for them to gain one realization, even if we are on our deathbed and we see that they still have not gained any realization, we would advise them on our last breath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We would tell them things like, don't let that person cheat you, or don't go with that nasty girl. Even on our last breath, we will say something for their benefit. 那这里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是为他们而做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乐，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生活。那我希望他们能够有觉醒的时候。所以即使就在我们在病床上已经快死亡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半点觉悟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给他们建议的，就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只要还有能力，我们都会尽量去照顾他们。我们会跟他们说，比如说我们说不要让这个人欺骗你，我们会告诉他们不要跟这个就是这个坏女孩一起交往，不要跟这个坏女孩交往之类的。那即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呢，我们还是一样的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所以这是当你真正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会这么做的，你是不会放弃的。Some dying mothers still find the energy to say to the children, don't lose the crops.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crops just before they die. Why is this? It's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lived on the basis of the children doing anything for them, but they have lived for their children. When we live for the others, our attitude will be different. 所以有些母亲呢，临死前就是还把仅存的力气呢，拿来对她的孩子说。不要失去了这些庄稼，别忘了浇水。这在他们死前，他们还是会这么说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仰赖着孩子，并不是依赖孩子而活，并不会因为了想要得到孩子的任何报恩啊之类而活，其实并不是。他们母亲呢，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所以，当我们为了其他人而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不一样了。There are people who get upset easily or make a lot of excuses when they join a Dharma center. Some of them say they do not want to practice because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already a saint and the practices are too high a standard for them. I've heard people say things like, I quit the group because they are all too wonderful. Or, they are too advanced for me, s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How silly. You are not doing it for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ve also heard people say, nobody here practices, I'm getting out of here. 这一段解释，好像有些人呢很容易的就沮丧啊，
然后就很多气馁啊，然后就用很多借口，就是讲的是这些在佛法中心的人，就是佛法中心有各种各样的人。那有一种人呢，其实很多了，他们很喜欢很容易就放弃了，然后用很多借口，那很多时候就是表示自己对怎么说呢，同修们失望啊，所以就一走了之，其实很多，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还有呢，有一些人并不是因为对身边的人失望，而是他们觉得他觉得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非常了不起，都像个圣贤这样，所以呢，这个修持的水准太高了，不适合他们，这是另一种借口。当然不是说他曾经听过有人说，我离开这个组，因为这些人都太棒了，太了不起了，或者说他们太过先进了，所以我离开。不是说这是很傻的。他说你修持佛法并不是你并不是怎么说呢？你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他们，你不是因为他们而做的。那换一个情况，就是说，仁波切也听说过另一种说法，就是说，这里没有半个人在认真的修持，所以呢，我选择离开。所以不管你做的多好，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些师兄师姐们做的太好了，我追不上这个，我跟不上这个水准，所以我放弃了。那有一些呢，就进来就观察了说，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根本都没有在修持，那所以我要放弃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呢，只要你想放弃，你还是会给自己找理由的。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心。Either way, both types of people have the wrong motive. When you make excuses like that, you are practicing on the basis of others instead of practicing for them. Even if they are enlightened, there are another 5 billion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not. If they are not enlightened, join the other 5 billion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not. Therefore, our practice should not be based on other people or the group that we have joined. It should be based on compassion for them, for others. 那这样不管是什么情况，像刚才讲的嘛，就是有些人说里面的师兄师姐们水准太高了，那有一些人说这里没有半个人在修持，这两个极端呢都有人提出来。那不管怎么样，这两种人呢，他们都有错误的动机。所以当你提出这样子的一种理由的时候，其实你在表示的是你是基于他人，是围绕着他人转，你是仰赖着他人而修持佛法，而不是为他们而修持佛法。那即便他们已经是证悟了，那不是说其实还有50亿人还没有证悟的。那如果他们还没有证悟的话呢，那就跟那些50亿个还没有证悟的人一起吧。因此，我们的修持呢，不应该是仰赖他人的，而是应该根据慈悲，对他人的慈悲心，为了他人而修持。Our spiritual practice cannot be on the basis of how others treat us. Our spiritual practice also cannot be conditional and on the basis of if I have this, if I have that, if I get this, if that person is like that, if the group is like that, etc. How are we going to gain attainment if our mind keeps going up and down based on this condition? Some people just drop out of spiritual practice and disappear from their centers whenever little things happen. Why? That practice was not for anyone, not even for themselves. It was on the basis of other people. They practice because it allows them to get together socially, because it was an opportunity for fun or for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在我们的灵性修持呢，其实是不能根据别人怎么对我来怎么做来决定的。而且我们的灵性修持呢，
也不能是充满条件的。不能常说如果我有这一个，如果有那个，如果我得到了这一个，如果这个人这么对我，如果我所属的组别是这样子的，等等。这些都不是怎么说呢？这不应该是我们修持的目的，或者是我们修持的一种就是条件。如果我们的心不断的上上下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任何成就？如果我们的心是根据这些东西上上下下的话，那有些人呢就这样子离开了佛教的修持，有些从此从他们的中心消失，发生一些小事情都好，都能够激发某些人让他选择离开。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当然，因为他们的修持并不是为了任何人，他们的修持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佛教中心搞社交啊，等等。那这是他们就是找乐子的一个机会。Compare that to people who practice for others, they will have a different attitude. They can go through tremendous hardship and severe beating and not be disheartened or give up the Dharma. You can read the history of many people who, because of their faith, were tortured, shocked with electric prods, raped and emasculated. They had their limbs cut off. They were beaten and burned to force them to give up their belief, but they would not. They would not give up their practice because they did not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whether they were in a comfortable situation and free from harm. Because they practiced for others, they were able to bear the sufferings. This can be seen across all religions, which have all experienced persecutions at one time or another in history. 他讲，就让我们拿怎么说呢？为他人修行的人来做比较吧。这些为他人修行的人呢，他们会有不同的态度，他们能够经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能够忍受被严重的殴打等等，而不会放弃佛法。这些故事其实历史上常常会怎么说呢？你常听到就是有些人的历史上有讲到这些东西，你可以本身阅读一些历史故事，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的信仰被虐待啊，被用电击去怎么说呢？去让他触电啊，有些人可能被强暴啊等等的，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肢体都被截断了，被殴打、被烧等等，就是他们面对这样子的命运，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另一些人希望他们能够放弃他们的修持，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修持，因为他们并不是仰赖他人，并不是依赖他人而修持，他们并不是为了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修持，他们修持的目的呢是为了他人。所以他们如果说是为了他人而修持的话呢，那就能够去忍受各种痛苦。那不只是佛教这样子，其实许多宗教都一样。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et a proper motivation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we step into Dharma, and to remember that we should do Dharma for others. When you do Dharma for others, you will not make excuses or say things like, "This person did that to me, so I'm not going to the center anymore. That person said that to me, and that's why I'm not doing anything at the center anymore. They are not organized, they are not ready, they don't have money,
don't have a system. They are mean, they are rude. 那这一段说呢，因此，从加入佛法的第一天开始，就要设立好正确的动机。我们要很清楚的去记得，我们的修行呢是为了他人。那因为当你的修行是为了其他人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说，我这个人因为这样，这个人这样对我，所以我不会再去那个佛教中心了，或者说那个人曾经对我说过某一种话，那我不会再为这个中心做任何事情了。或者说有些人说他们一点组织性质都没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钱啊，他们没有系统，他们很没有礼貌等等，那这些都是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我们常给的一些借口和理由。Yes, we all complain about things like that. Welcome to samsara. Are we going to say that we won't practice because of all those things? It's so silly. It's silly to think that way because we are not going to find perfect practice anywhere. However, if we change our attitude, everything becomes perfect.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we encounter then becomes practice. 是的，我们常常都会为这样子的事情而抱怨。仁波切讲，欢迎来到娑婆世界。难道我们要说，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去修行了吗？仁波切说，你这么想的话是非常愚昧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完美的修行。其实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不完美，所以我们才叫娑婆世界。就因为人很多的就是贪嗔痴啊等情绪，所以我们还始终是困在这里。虽然不是讲这样子想的话是很愚昧的，因为我们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完美的修持，但是只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呢，很多事情任何事情都可能变得完美。所以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一种修行。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我们还有好几页这一章，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讲解这一节。所以现在呢，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三位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称职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宝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上位名称佛，教法永驻生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那好，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